啊，上较少的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莫讲我来啊，莫得哦，你安尼上好看。请问台湾倒一个所在因为环境真水，所以吸引足侪电影来遐拍片，有咱台语片的好莱坞之称。可能是大可能电影是 C，是可能高分啊！可能哦。要毋过我嘛有伫咧北投拍过电影，日本的来拍呢。哦，到底是？台语片的好莱坞，可见咱台湾的风景较受名。咱好所但是在啦台。语的应该是大场店吧？台语台语应该是大场店，因为台湾上古早的所在，上古早哦，台语发迹的所在，大场店，台语片，大场店，爸爸大场店。可以肯定吼，较水啦，较水，较水啦。因为九份非常，日本都在我的答案那是 A 大场店。哎，对呢。机会来啊，唔对咧，哇你咯其实不离明显啦，讲啊吼，来是高分啊！高分啊。咱来想讲要拍一部电影，其实爱风景水啦。以前有当时啊，迄款镜头带过，拢是咧翕风景嘛吼。对啊，甲有故事性。啊，因为遐迄个有足侪女侠啦，也是讲吼，迄个风景啊，搁有山有溪流嘛，啊，搁较游较远的，搁有淡水河遐个当够翕温泉，嘿，对，搁有温温泉泉，所以咱迄个风景诶，就迄个工作人员就免去带遐大布景，因为以前的电影是足侪是大布景的，所以真有名一部电影就是温泉乡的日达。不过毋是干这部电影尔，你若去遐一进有迄个一个温泉博物馆，内底拢会放电影互你看，咱可以当看到一寡 AI 在因演的电影。以前的电影，对啦以前咱台湾的大家电影。有闲去遐踅踅。